Hello，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傾一件事，真係關乎到我哋每一個人，尤其係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屋企人，平時食完飯容易眼瞓，又或者體檢嗰陣發現血糖指數好似踩緊界咁你就真係要留心聽啦。我哋成日聽人講高血糖、糖尿病，好似聽落好遙遠，但其實喺香港，每10個人入面就有一個係糖尿病患者，而且後生仔女中招嘅比例係年年上升。好多人一聽到血糖高，第一反應就係死啦，以後係咪乜都唔食得？跟住就開始食埋啲清湯寡水，人生好似冇晒樂趣咁。又或者有啲長者日日提心吊膽，餐餐計住晒，份量少到好似餵貓咁，結果反而搞到營養不良，個人越嚟越瘦，神仙都難救。其實控糖邊有想象中咁痛苦？今日我就想同大家推介3款真係幫到手降血糖嘅茶，佢哋簡直就係大自然賜俾我哋嘅天然胰島素。只要你識得飲，每日早晨同夜晚各飲一杯，你就會發現血糖竟然靜靜雞，不知不覺咁降返晒落嚟。講到降血糖，好多人都會盲目去買啲好貴嘅保健品，一樽幾百甚至上千蚊，食完又未必見效，反而食到個胃唔舒服。其實最有效、最安全、最無副作用嘅方法，往往就藏喺我哋日常隨手可得嘅茶杯入面。第一款要同大家強烈推介嘅就係好多香港人去飲茶或者去日式餐廳都一定會見到嘅綠茶。你可能會話綠茶咁普通，邊有咁神奇啊？你真係咪小看呢杯綠茶？綠茶入面含有非常豐富嘅茶多酚，特別係一種叫兒茶素嘅化學成分。科學研究已經證實咗，兒茶素係一個非常勁嘅抗氧化劑。佢最大嘅本事就係可以提高我哋身體細胞對胰島素嘅敏感度。大家想象一下，我哋身體入面嘅胰島素就好似一條條鎖匙咁。佢嘅任務就係要打開細胞嘅大門，等血液入面嘅葡萄糖可以行入細胞，轉化成能量。但係當一個人有高血糖或者前期糖尿病嗰陣，呢啲細胞嘅門鎖就生咗銹，胰島素呢條鎖匙點扭都扭唔開。呢個情況喺醫學上就叫做胰島素抵抗。而綠茶入面嘅兒茶素就好像幫呢啲門鎖加咗潤滑油一樣，等胰島素可以好順暢咁打開細胞大門，等啲血糖可以快啲離開血管入去細胞度被消化的。除咗咁之外，綠茶仲可以抑制我哋腸道入面嘅澱粉酶活性。我哋平時去茶餐廳最中意食個菠蘿油，嘆個乾炒牛河，或者食碗細蓉，呢啲全部都係高澱粉、高碳水化合物嘅嘢食。呢啲嘢食一入到肚，腸道入面嘅澱粉酶就會好興奮，嗱嗱臨將佢哋分解成葡萄糖，衝入你嘅血液入面，令到你餐後嘅血糖好似坐過山車咁直線飆升。如果你喺食飯嘅時候，或者食完飯之後半個鐘之內飲翻杯暖暖地嘅綠茶，綠茶入面嘅成分就可以同呢啲澱粉酶講：喂，你行開啦，咪咁快做嘢，從而減慢身體吸收糖分嘅速度。咁樣一來，你餐後嘅血糖曲線就會變得非常平緩，唔會突然升得咁急。只要血糖唔會暴升暴跌，你食完飯之後就唔會咁容易覺得好攰好眼瞓，更加可以保護到我哋嘅血管唔會受到高血糖嘅傷害。不過飲綠茶都有好大嘅學問，唔係求其沖就得。第一，千萬唔好買出面超市嗰啲樽裝加咗糖嘅綠茶，嗰啲唔係幫你降血糖，嗰啲係糖水，飲完包你血糖爆表。我哋要飲嘅係用茶葉或者純茶包沖出嚟嘅原味綠茶。第二，沖綠茶嘅水溫唔好太高，唔好用啱啱滾起攝氏100度嘅熱水直接淋落去，因為太熱嘅水會破壞晒入面嘅兒茶素同維他命，而且沖出嚟嘅茶會非常之苦澀，好難入口。最理想嘅水溫大概係攝氏80度左右，即係將熱水煲滾之後擺喺度幾分鐘，等佢稍為降下溫先去沖。每日朝早食完早餐之後，同自己沖一杯，慢慢飲，既可以醒神，又可以開始幫你全日嘅控糖工作打好個底。講完綠茶，第二款要介紹嘅天然胰島素，呢樣嘢大家廚房一定有，但係你平時可能淨係用佢嚟炒菜或者煲湯，好少會諗到拿佢嚟做茶飲。呢樣嘢就係生薑，冇錯，就係生薑茶。好多人一聽到生薑就覺得佢淨係用嚟散寒、治感冒或者女人坐月嘅時候先要食，
但係其實近呢幾年，國際上有好多針對生薑同血糖關係嘅臨床研究，結果令到好多醫學專家都非常驚喜。科學家發現生薑入面有一種好核心嘅活性成分，叫做薑辣素。呢個薑辣素非常厲害，佢可以直接作用於我哋嘅肌肉細胞，唔需要經過胰島素嘅轉化，就可以直接促進肌肉細胞去吸收血液中嘅葡萄糖。呢個概念點解咁重要呢？因為好多長期高血糖或者二型糖尿病嘅朋友，佢哋嘅胰臟已經做嘢做到好條命殘，好似一隻牛咁，日夜不停咁分泌胰島素，但身體都係唔聽話。而生薑茶就等於係一個外援，佢可以兜過胰腺，直接幫手清理血液入面多餘嘅糖分，等我哋個胰臟可以有機會休息下，喘口氣。有研究做過實驗，發現如果高血糖嘅人連續2個月，每日都飲適量嘅生薑水，佢哋嘅空腹血糖指數同埋反映過去2至3個月平均血糖水平嘅糖化血紅素指標都有非常顯著嘅下降。而且生薑仲有一個好多人都忽略咗嘅好處，就係佢可以改善我哋身體嘅微循環。好多有血糖問題嘅長者，到咗冬天或者吹到冷氣就會條條揈，手腳冰冷，甚至會覺得麻痹。呢個係因為長期高血糖會令到末梢血管硬化，血液循環變差。生薑性質溫熱，可以幫你溫通經脈，加快血液循環。當你全身嘅氣血行得順暢，新陳代謝加快咗，身體消耗糖分嘅能力自然就會提高。生薑茶嘅做法亦都非常簡單，唔需要搞到好複雜。你只需要去街市買嚿新鮮嘅生薑，洗乾淨，唔使去皮，因為生薑皮本身都有好好嘅利水消腫功效。切3至4薄片，放落杯度，用滾水焗佢大概10分鐘到15分鐘，等生薑入面嘅薑辣素完全釋放出來，就可以飲得啦。如果你覺得就咁飲生薑水太過辛辣，好難頂，你可以喺入面加1小片檸檬，變成檸檬生薑茶。檸檬帶有少少酸味，唔單止可以中和生薑嘅辣味，令到個味道更加清香，而且檸檬本身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C， 對保護血管彈性都非常有幫助。不過記住，千祈唔好因為嫌苦或者嫌辣，就順手加粒冰糖或者匙羹蜜糖落去，咁樣就真係前功盡廢啦。最後我哋要講第3款茶，呢款茶非常適合喺夜晚飲，佢可以話係夜貓子或者睡眠質素唔好嘅高血糖朋友嘅救星。呢款就係洋甘菊茶。好多人知道洋甘菊都係因為佢可以幫手安神助眠，平時工作壓力大，瞓得唔好嘅時候，飲杯洋甘菊茶，個人就會放鬆晒。但係睡眠同血糖之間其實有住密不可分、斬都斬唔斷嘅關係。好多人唔知道，如果你長期瞓得唔好，或者經常失眠、半夜醒，你身體入面嘅壓力荷爾蒙，即係皮質醇，就會分泌得非常之多。呢個皮質醇係一個會令到血糖升高嘅衰東西。當你睡眠不足，皮質醇水平高企，你第二日醒嚟嘅空腹血糖通常都會好難睇。洋甘菊茶最大嘅神奇之處就係佢一方面可以幫你放鬆神經，降低皮質醇，等你可以進入深層睡眠，從源頭度減少因為壓力而導致嘅血糖飆升。另一方面，科學研究發現，洋甘菊茶入面含有一些好特別嘅黃酮類化合物，呢啲化合物可以好有效咁抑制一種叫做全糖還原酶嘅東西。呢個酶聽落好學術，但你只需要記住，當一個人體內嘅血糖太高嘅時候，呢個酶就會好活躍，將多餘嘅糖分轉化成山梨醇。而呢個山梨醇一旦喺我哋嘅眼睛、神經或者腎臟入面累積得太多，就會引致好多好可怕嘅糖尿病併發症，例如視網膜病變、白內障或者手腳神經痛。洋甘菊茶正好可以街住呢個酶，唔等佢作怪，從而大大降低高血糖帶嚟嘅併發症風險。所以我非常建議大家，特別係平時夜晚瞓得衰，或者到咗夜晚就開始心慌慌、驚血糖升嘅長者朋友，喺每晚臨瞓前1個鐘左右，同自己沖一杯暖暖地嘅洋甘菊茶。洋甘菊茶本身係不含咖啡因嘅，所以你完全唔使擔心飲完會眼大大小小瞓唔到。相反，佢可以幫你溫暖個胃，等全身嘅肌肉同神經都放鬆落嚟。當你嗰晚瞓得好，身體得到充分嘅修復，第二朝你起床量血糖嘅時候，你可能就會驚喜地發現個數字竟然好聽話、好靚仔。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概念，好多人控制血糖，往往走入一個誤區，
覺得自己好似要同個身體打仗咁，每日生活得好似苦行僧。其實控糖係一個同自己身體和解嘅過程。我哋今日講嘅呢3款茶，綠茶、生薑茶、洋甘菊茶，佢哋唔係咩神丹妙藥，食完一啖就可以令你嘅血糖由10幾點即刻跌到4、5點。如果有人同你講有咁嘅神藥，你反而要小心，因為血糖跌得太急係會引致低血糖昏迷，仲更加危險。呢3款茶嘅妙處就喺靜靜雞呢3個字度。佢哋係透過最天然、最溫和嘅方式，每日幫你調整少少。今日幫你執下個細胞門鎖，聽日幫你減慢少少腸道吸收，後日幫你安神瞓個好覺。只要你持之以恆，每日朝早飲一杯綠茶或者生薑茶，提神之餘又開始控糖；每晚臨瞓前飲一杯洋甘菊茶，安神助眠又可以保護血管。當你將呢個習慣融入去你嘅日常生活入面，過咗3個月、半年，你再去醫院或者診所抽血化驗，你就會發現你嘅糖化血紅素指標真係喺不知不覺間降到去一個非常健康、令人滿意嘅水平。當然啦，除咗飲茶之外，日常嘅飲食結構都要稍為留意。香港人生活節奏咁快，餐餐出街食，好多餐廳為咗好味，都會落好多糖、好多生粉去勾芡。好似我哋最中意食嘅叉燒飯、咖喱牛腩飯，又或者係豉汁排骨飯，個汁撈飯真係一流。但係呢啲汁入面全部都係糖同埋生粉，倒落碗飯度就等於直接將一碗糖水倒落肚。所以平時出街食飯，盡量叫少甜走甜。食飯嘅時候，試下改變一下食嘢嘅順序，先食一碗油菜或者蔬菜，食完菜之後再食肉類同蛋白質。最後先至食飯或者麵等碳水化合物。點解要咁做？因為蔬菜入面有豐富嘅膳食纖維，佢好似一張大網咁，一早喺你嘅胃同腸道入面鋪好晒。當你之後食入去嘅澱粉同糖分來到嘅時候，呢張纖維網就會將佢哋牢牢吸住，等佢哋只能夠好慢好慢咁被身體吸收。呢個方法配合埋我哋今日講嘅降糖茶，簡直就係雙劍合璧，控糖效果絕對事半功倍。生活喺香港呢個美食天堂，如果因為血糖高而要放棄所有嘢食，人生真係會少咗好多樂趣。我哋要做到嘅唔係去絕食，亦都唔係去捱苦，而係要用智慧去食去飲。透過呢3款天然嘅茶飲，配合少少飲食順序嘅改變，你完全可以一邊享受生活，一邊將血糖控制得妥妥當當。希望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啲健康小資訊，可以幫到你或者幫到你身邊關心嘅長者。如果你覺得呢些內容實用，不妨試下由聽日開始，每日早晚給自己一杯茶嘅時間。健康從來都唔係一朝一夕嘅事，而係由每一個咁微小但正確嘅生活習慣累積返嚟嘅。大家一齊加油，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把關。我哋下一次再見。